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有一段搬喙金，讲到一个人细步，手提一块布，三步做两步，行到双车路，要转钱1500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布，有人细布。另外，这个胖的物品，咱嘛讲是布，有可能是丝啊，或者是棉做的，或者是绒啊布。另外安排，咱讲是布地，布什么款的布景。另外，古早台语有一个较特别的用法，即嘛可能较少人伫咧用，就是特定的物件定甲喙齿夹袂落，咱讲布，像讲猪肉较布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布棚用篷布做的，会当来遮风遮雨，也有遮日的物件。第二个词读做电火棒，这是一款袂过电的贴布，一般咱用伫咧家电用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你要过年啊，地方政府开放这个所在，互番啊来摆单位，大家来遮搭布棚牵电火，用电火布来包电线。为了防疫，大家都要保持社交距离，袂当试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布提供予大家参考。